大家好，我係 PopTalink 嘅 Cruz， 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九龍半山一個近年最大型嘅住宅項目 Beacon Peak。作為區內嘅新豪宅地標，佢嘅開則絕對能夠重新定義咩叫生活氣派。即刻帶大家參觀呢個5座 A 室，實用面積1865尺嘅4房雙套大宅。呢種戶型成個項目只得7伙，真正嘅專櫃由歸家嘅一刻開始。專屬嘅私人電梯大堂，賦予戶主極高私隱度。4間睡房分佈喺大廳左右兩側，呢種設計最適合大家庭，既有私人空間，又能隨時共聚天倫。呢個長方形客廳氣度非凡，輕易劃分出具備大宅氣勢嘅會客區，以及能夠容納大型圓桌嘅宴客區。宴客區旁就係一個專屬嘅恆溫酒櫃，可以展示你嘅家釀珍藏，隨時同賓客把酒言歡。配合埋落地玻璃引景入室，視野極之開揚。對於中意宴客嘅屋主，呢個廚房絕對係心頭好。特長嘅 U 型廚房，再配備全套頂級家電，無論係中式鑊氣定西式烘焙，都能夠得心應手。主人套房延續咗大廳嘅寬敞，空間足以容納 King Size 大床之後，依然擁有3邊落床嘅鬆容。浴室採用雙面盤設計，每一個細節都係為咗打造一個讓人徹底放鬆嘅私人物境。除咗單位本身，住客會所亦都係賣點之一，提供多種休閒設施，住戶喺屋苑內都可以消閒灑樂。如果你追求緊嘅唔單止係一個住所，而係一種生活價值，歡迎隨時聯絡我。